刘谦，大家好，我还 YouTube，在这么忙碌的生活当中，要怎么兼顾身材跟饮食呢？所以就邀请到了一个管理高手，型男营养师 Ricky。大家好，我是营养师 Ricky。有主播好 ，Ricky 可是曾经利用上班族之友，就是便利商店，刻苦完成了7天的减糖饮食食谱。哎呦，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啦！其实呢，减糖饮食呢，在很多生活方面呢都可以执行，便利超商呢也是很方便的选择，所以大家都可以去尝试看看。不过这一桌是这些呀是为了欢迎你才特别准备的耶。你看我特别把面粉类的碳水化合物减少很多，多的像是哈达红肉这样的肉类，而且各式的健康水果都有准备耶。这一切都是为了我的美貌管理啦！哎呀，师傅啊，请传授我忙碌上班族受用的瘦身饮食计划啦！你确实需要身材管理一下，你看你这个身材真的是……你什么意思啊？其实呢，你对于减糖饮食呢，好像有一点点的理解，但是我觉得还没有非常的清楚。没有关系，我接下来为大家什么才叫做真正的减糖饮食，享受又想吃的健康。Ricky 老师小教室，其实减糖饮食非常的适合想要减肥的人去尝试看看。因为它所有的食物呢都可以吃，只是分量的多寡而已。大原则就是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呢要拉到20%到30%，碳水呢要降低到20%到40%，剩下呢就留给我们的脂肪。简单来讲，就是一个餐盘里面，我们有一半呢都是要蛋白质，1/4为淀粉，1/4为蔬菜，那用少量的油去料理，那这样就是减糖饮食了。超商如何执行减糖饮食？在超商选择上呢，会有很多都是地雷，我们要非常的注意。不过呢，我们可以谨记一个原则，就是多选择原型食物的。原型，那方的不可以哦。不是那个圆形、正方形、三角形啊，我们指的原型食物是指没有加工，然后没有精致，属于比较原态的食物。大致上呢，我们可以选择像是钠含量少一点点的，尽量的饱和脂肪、反式脂肪都不要过高。那这一类原型食物呢，都是我们比较推荐的。我这边呢准备了2份的餐点来给你去选一下。A 餐点呢就是御饭团、地瓜、1根香蕉、有糖优酪乳，还有生菜沙拉。那我们的 B 餐点呢，是我们的烤多蛋白便当、无糖豆浆，还有1颗茶叶蛋。如果这2个餐点的话，你会怎么选？我喜欢香蕉还有地瓜，我选 A。哇，大致上来讲都会这样选，看起来很健康。其实我不建议这样子选，因为如果我们要做减糖饮食的话，你喜欢吃的香蕉、地瓜这一类呢，其实都属于碳水化合物，做减糖来讲呢，就比较不适合了。如果嘴馋的时候，像这个热腾腾又口感 Q 弹的饭拌花桂，可以吃吗？其实发饭呢，我们不建议呢当做减糖饮食来吃啊，它里面呢还是淀粉跟我们的精致的糖类，像是黑糖。那这样呢，对于我们来讲，其实就是甜点的概念。如果真的很想吃的话呢，我们记得把该餐的主食，比如说1碗饭的热量都换掉，换成我们的甜点，这样用替代的方式才是可以吃的。这个客家的红肉在减糖计划当中可以吃吗？你看这么 Q 弹，又富含胶原蛋白耶，而且都是蛋白质哦。肉一出来让 Ricky 老师专业分析看看老师请给分。其实像这种风肉，就是我们平常看得到的就是矿肉嘛，那这种肉就是油脂含量比较高，它属于蛋白质。我们正常来讲是 OK 的，但是它的油脂呢，它饱和脂肪酸比较高，所以我不建议吃的太多，但它是可以吃的。减糖饮食呢，这个东西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为什么从头到尾你一直在置入性行销封肉发糕适当的置入性行销才可以让观众在趣味当中学习到新的知识不能让观众觉得不舒服，要自然，不能狂塞资讯，也不能太突然的出现。自然，像现在Ricky 老师，买的水梨应该很健康又减糖吧？水梨或者是草莓我们都算是比较健康的食物，但是它还是水果类。我们建议呢，如果你想做减糖的话呢，我们就是1到2份就可以了。老师，还是干脆你来当我们的主持人呢？你又聪明，口条又好。可以吗？那有土伯拜拜了。你放尊重一点，我还在这里耶，我才是主持人。你们全部解析。